繼續向前啊，一直去啊，西沙歡迎你啊，繼續啊，努力啊！哦，原來呢度係起點，走返嚟起點呢度啦，起點。OK，set ready， 去 go， 咁樣先至係向前邊，一直跑過去。呢度就係西沙高柏，呢度就係裏邊嘅緩跑徑，緩跑徑有單車徑，綠色緩跑徑，然後隔離有運動場，有運動場、足球場，繼續努力。running， 呢條藍色線呢，就係沿住高爾夫球場嘅，而家應該兜返出去啦，準備出返去。好 running， 嗱嚟到啦，嚟到尾聲 finish 啊，嚟到尾聲呢度1400，其實佢咧應該想你跑到去一個位，應該係1500 finish， 好，繼續努力。跑返就馬鞍山海旁，呢度茫茫大海啊，繼續向前。